顺就提讲哦，人家来到动有名的剑桥大学 Cambridge。University of Cambridge， 虽然我们没有念这里，不过来这边参观，我整个人都觉得自己气质加分。你看我今天还特别打扮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学院风，还没啊，英伦风，要给台口哦，历史懂久了。真的 ，It's a university with history， 它真的好像有好几百年嘞。哦哟，懂久了哦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靠个河岸，看一下他们划船，等一下再去体验一下。真的，在这上面划船真的好浪漫哦。This was an automatically awarded degree, which you therefore didn't have to really work for. This, of course, makes it sound like the ideal. 你看，16171年，1671也太久了吧，几百年了。It's a university with history. 要跟台口历史懂久哦。你看他们躺在草地上，超舒服的。你不觉得这一间 University 的学生真的超级幸福？下课就躺在草地上，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，你可以看个报纸啊，看个书啊。不愧是就是好几年都是年度第1的大学。要给台口我懂有历史哦。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真的不一样。很多船。旁边有个像皇宫的建筑。要给台口哦，历史懂久啊，所以处处都是惊喜啊。It's a university with history， 超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超顺的时间哦。你看那建筑随便都是1671年，16多少？哦，要给台口这边懂有历史哦。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啊 ，This University 有很多名人哎。最棒的是，我是徐志摩的粉丝。哎呦，天哪，觉得哇，好幸福哦！好像跟他在同一个船上一起度过一样。时空。难怪 King College 是这所 University 最有名的学院了。因为里头还有徐志摩的诗碑耶。哎呀，要有名都嘛个长度问题嘛。条包二年后都唔是钱，呀你爱钱呢。真的哦，能够这样看到就觉得天哪，好像跟我的偶像呢在同一个时空里面。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再见康桥。要给太后历史懂久。It's a university with history。哇，我感觉越来越有气质了。